没一让人就吃啊！太饿了，我这冷啊！多少钱呢？100。怎么的？人家卖5块，你卖100呀？对呀，你这都要吃了了，也没问价啊！我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。哎呀，你信不信我举报你？100。不是你这老头，我揍你，你信不信呢？来来来，我看你他妈抻几个子了，往这拿。100是吧？给你。你看，还得这小伙子懂事儿。你最多吧？你不应该划着吗？给我拿一条。来，行，100啊。哎，怎么就给100呢？那400多块钱一条呢？那我买的时候你也没告诉我多少钱呢？那我想给多少钱不就给多少钱吗？对不？没搞的，走。哼，还跟我斗？这条假的终于卖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不练功券吗？